Juno 吊女出事，舊愛阿嬌新仔被笑。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好似星星發光，睇見心慌慌。由 Juno 執導嘅新作，搵嚟僵屍獵人續前緣，講生活兜踎嘅佢入住公屋一個凶宅單位，打算自殺，點知就遇上隱世末代天使陳友，仲驚爆有僵屍肆虐殺人。卒之佢哋就兩個聯手出動降服僵屍。齋睇血案現場就知佢比80年代呢套經典電影恐怖得多啦，係咪？套戲家陣就做緊後期嘅製作。佢咁忙，仲想問佢點睇舊愛嘅新歡添？唔使啦，睇網民 comment 都夠晒皮啦。網民勁數佢醜樣兼襯俾阿嬌啊，但係阿嬌前日喺內地宣傳就話人哋點講都唔關我嘅事噶，仲話依家拍拖拍得不知幾開心咁啊。